賽者做新秀咧，就真係幸福啊嚇！因為咧，今次咧就係每一位參賽者咧都有嗰位原唱者咧上嚟為佢打氣教路噶噃。果然係好消息。咁咧，顯露鋒芒嘅時刻即刻開始。首先，我哋有請曾經參加過歌唱比賽，所以佢經驗好豐富嘅張國榮出嚟同12位新秀打氣嘅。有請 Leslie。喂，朋友你好 ，Leslie， 唔該晒你喎。喂，嗱，我知道你咧都有好豐富嘅參加過歌唱比賽嘅經驗啊，咁啊亦都有好多嘅經驗可以分享下。咁不如講下一啲你嘅心得俾12位嘅參賽者知道下咧。我記得我自己參賽嗰陣時咧，都係個心卜卜跳。不過即係最緊要一樣嘢就係即係要夠定啦。咁啊，譬如話有陣時如果排到晒啲舞嘅跳或者唱快歌嘅時候，咁梗係最好。跳得晒啊！咁不過有陣時咧，即係排好咗啲舞唔記得嘅，唔記得唔使理嘅，即係人哋唔知嘅，因為你自己先知嘅。咁所以繼續咧，即係一路咁樣俾自己有信心，一路咁唱落去得嘅。係啦，Leslie啊，今日第一位參賽者羅艾文咧就係唱你一首《愛慕》啊。咁你有啲咩教下佢咧？冇啦，撐都教咗啦。蘇慕咁啊，即係咁啊。不過即係我諗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獨特嘅台風咁啊，不過我自己都會喺度同你打氣，同埋睇下你點樣去演繹我首歌，好嘛？咁唔該晒 Leslie 喎。阿羅亞文照計咧，你就唔需要驚嘅，因為驚我驚啲，因為我係第一次做新秀嘅司儀啊。你嘅經驗多過我啦，你2次進入咗總決賽嚇。好啦，羅艾文你可以去準備啦。好，唔該晒 Leslie。唔該晒你 Leslie。好啦。第一位參賽者已經預備好咯喎，於是咧我哋就可以聽聽佢嘅參賽歌曲《愛慕》。都只因你太好，找不到應走退路，我要進而無去路，進我不知點算好，不知點算好，心中只感躁躁，我似跳進八陣圖，無的探討。你着件淚仍盡都，心中絲絲愛慕，我已對你去盡了，心碎難保，把事現在還未到。雖得心聲記掛號，我終已耗盡了我滿身愛慕，愛慕，愛慕，叫我心痛苦，愛慕，愛慕，打刀鋒劍。只因想得太好，不可啞忍你的態度。我冇決定，我很糊塗，此刻不知點算好，不知點算好。早經封鎖心的退路，要去我也覺冇去路，情感已經。令我迷途，愛慕，叫我心痛苦，愛慕，愛慕，令我